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蓝绿两党的总统初选，还阁咧敲未好势。民进党的蔡英文甲赖清德协调也无结果，讲伫个下晡来公布着初选的时程。除了办证件会之外，这个电话民调的建本是毋是要来加入着民调这个手机的民调？党内有无共的意见？那这个国民党吴敦义甲王金平明仔载嘛要见面，可能会针对着初选，是毋是要用全民调来讨论？台湾因为劳工而伟大。蔡总统伫劳动节甲延误劳工见面，一边为国事无用，一边为党内操烦，连任之路受到行政院前议长赖清德挑战。5月初中常会向外界交代时程要安怎行，预计6月初5公布人选，5月24到26办证件会，办几场采取什么方式，也阁需要讨论。其中上大民调5月27到31登场，是毋是维持哪里对比，敢有要纳入手机啊？这样子的规则，不管是总统、立委，全体公职一体适用。不管是市话或手机，其实都应该把这个地方去研究的做得更精准。比较的民进党、国民党5项会才大结束，需要韩国瑜来做各种安排，甚至民调等等，予以尊重。一句尊重韩国瑜被动纳入国民党已经是定局。民调支持的话，我相信高雄市民也可以理解。被动的陈述他自己的想法，我觉得这会影响民调上的一个结果。5项会简单结束，吴敦义甲王金平会面嘛，才要开始，时间就定伫5月初2早是9点半，地点甲5项会相像，拢伫东部3楼。王金平要紧的是3成党员的投票，敢会变成全民调，就看2个人会后安怎解决。